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介紹間超級大屋俾大家睇，有幾超級大屋。其實柏圖灣我哋都之前影過㗎啦，咁但係今次呢間咧係柏圖灣裏邊嘅董事屋之一。咁你諗下，成間屋咧4000幾5000尺，個感覺係點樣？呢個客廳嚟㗎，好，客廳上半層。係一個全海景、超級靚嘅飯廳，你睇下，係咪全海景咧？望翻落去，仲有個驚喜啊！好，入嚟廚房睇下，有姐姐洗手間啦，成個廚房所有設備都齊晒。咁呢邊仲有個姐姐房喺度㗎。咁廚房望乜嘢啊？望翻好靚，成個柏圖灣嘅屋苑咯。好，睇下呢間房有自己本身嘅洗手間啦，跟住小露台，都係望翻成個屋苑嘅。仲有一個房。洗手間又係望翻後邊，仲有一隻細窗望翻海景。參觀下一個300尺主人房 walk-in closet， 成個房全海景，跟住有個好靚仔嘅全海景露台咯。露台翻入嚟，當然有我成日講嘅主人套房洗手間啦，雙星盤 shower， 仲有一個大浴缸。呢層行出嚟就係一個全海景嘅天台啊！有幾全海景，自己睇下啦。客廳落嚟咧，呢一層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空間。咁呢一個係一個偏廳又好，你可以當一個獨立房間，出邊有自己嘅花園。呢個花園你冇睇小佢，點解啊？呢個花園最得意嘅地方仲有一個花園，見唔見到啊？有個好靚仔嘅泳池。個泳池有幾靚仔？自己睇下，游得水㗎。池個花園咪就係複式咁望落嚟咯，幾靚！清水灣一個咁靚嘅屋苑，有間咁嘅大宅，哇！門口泊到幾架車，自己估下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 WhatsApp 我，或者撳下邊嗰條 link 睇多啲間屋嘅資料啦。